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此刻聲聊。一年即將結束，你係咪覺得內心嘅房間都堆滿咗呢整年嘅情緒、記憶同埋未完成嘅事？有啲可能好似珍貴嘅寶物，有啲就好似鋪滿塵嘅雜物。今日我想邀請你進行一次內在整理，唔單單係清空同告別，更加係為即將嚟到嘅新一年騰出一個嶄新、明亮、充滿可能性嘅空間。請你揾一個唔會被打擾嘅地方，用一個舒服嘅姿勢坐低或者瞓低。安頓好之後，請輕輕咁閉上眼睛，將注意力帶到你嘅呼吸上面，感受氣息自然咁流入，再自然咁流出。而家將注意力帶到你嘅身體，感受你嘅背部被穩穩地支撐住，感受雙腳掂到地下嘅感覺。想象你正坐喺一個淨係屬於你自己、安全而溫暖嘅房間入面，呢度冇外人，淨係得你自己。光線柔和，溫度舒適。喺心入邊同自己講：此時此地，我好安全，我允許自己完全放鬆。感受呢個內在空間帶畀你嘅包容同埋寧靜。而家，請你環顧你內心嘅呢個房間，慢慢咁由一個角落去到另外一個角落。你可以試下問自己幾個問題，等呢一年留低嘅物品自然浮現。邊段關係嘅記憶仲放喺房間最顯眼嘅位置？邊一個工作或者生活上嘅挑戰，就好似一沓沓仲未整理嘅文件堆喺台面上面？邊種情緒
比如焦慮、疲憊或者係喜悅，就好似空氣一樣，仲彌漫緊喺你嘅房間入面。有冇邊個關於自己嘅諗法，就好似寫喺牆上嘅句子咁樣，清晰可見？唔好急住俾任何嘅反應，慢慢等呢啲物品浮現喺你眼前。我哋好好咁觀察下呢啲物件，只需要知道，原來呢一啲物品就喺呢一度。而家請將你嘅注意力輕輕咁放喺第一件令你覺得有啲沉重，又或者係唔再想帶入新一年嘅物品上面。請你想象自己輕輕咁拎起佢，感受下佢嘅質感，感受下佢嘅重量，然後喺心入面真誠咁同佢講：多謝你喺呢一年嚟到我嘅生命入面，我從中已經學到我需要學嘅嘢，你嘅任務已經完成啦。跟住想像你行到房間嘅窗邊，輕輕咁將呢個物件化成一縷輕煙，又或者係一啲光點，等佢由窗口飄散出去，回歸廣大嘅宇宙入面。對佢，亦都對自己講：而家我放低你啦，我將自由還畀你，亦都將自由還畀我自己。感受一下，當呢個物品離開之後，房間入面多出嚟嘅嗰個空間同埋輕鬆。而家我會畀你一啲時間，如果你感覺到仲有其他想要感謝並且釋放嘅物品，可以繼續啱啱呢個過程，一件一件，用同樣溫柔嘅方式，將佢哋送出去窗外面。我會喺呢度安靜咁陪伴你。
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而家等我哋轉去嗰啲為你帶嚟過溫暖、力量，又或者係成長嘅物品。請你輕輕咁拎起其中一件，幫佢撥走上面嘅塵埃，然後為佢揾一個顯眼，你每日都可以見到嘅位置，好好咁安放起嚟。望住佢，喺心入面默默咁講：多謝你成為我嘅一部分，你嘅溫暖，又或者係你嘅勇氣，你嘅愛，我會一直珍藏落去。感受將呢份美好安放嘅時候，心入面嗰份踏實同埋滿足。同樣地，我會畀你一啲時間，請你繼續去發現同埋安放其他值得珍藏嘅記憶同埋感受。唔使急，慢慢嚟。呢個係一個同自己內在瑰寶連結嘅過程。當你感覺差唔多整理好嘅時候，請感受一下呢一刻你嘅內在房間，佢變得更加整潔、寬敞同埋明亮。而家，請你想象自己行去窗邊，慢慢咁推開成個窗，等新鮮、清涼、屬於新一年嘅空氣瞬間湧入去你嘅房間，充滿你房間嘅每一個角落。等溫暖、金色，代表新開始嘅陽光灑落嚟，照亮成個空間。而家深深咁吸一口氣，吸入呢一份嶄新嘅能量。感受呢份內在嘅輕盈同埋通透，感受呼吸變得更加深
更加長，更加暢順。想像呢一份清新嘅能量，唔單止喺房間入面，亦都喺你嘅身體入面流動，從頭頂一路去到腳底，洗滌並且喚醒你身上嘅每一個細胞。等呢份清新同埋輕盈嘅感覺停留多一陣。而家慢慢咁將你嘅意識帶返去你嘅呼吸，帶返去你身處嘅空間，輕輕咁活動一下你嘅手指同埋腳趾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慢慢咁睜開你嘅眼睛。如果你願意，可以將呢份內在嘅整理延伸到現實入面嘅一個小小儀式。例如揾一張紙，寫低一件你想釋懷嘅事，然後溫柔咁將佢撕碎、拋開，又或者係為自己沖一杯溫暖嘅茶，安靜咁享受呢一份整理過後嘅空間感。記住，呢個內在整理嘅房間永遠為你開放。喺未來嘅任何時刻，當你覺得需要嘅時候，都可以返嚟呢度，繼續放低嗰啲唔再服務你嘅事物，並且珍存嗰啲令你閃閃發光嘅珍寶。呢個係你同自己之間一個溫柔而永恆嘅約定。帶住呢一份整理之後嘅輕盈、清晰同埋嶄新嘅空間感，去迎接屬於你嘅充滿可能性嘅新一年、新一日。多謝你給予自己呢一段珍貴嘅時間，希望你可以輕盈咁前行。我哋下次再見。